台南知名的艺术盛事两档一摆渔光岛艺术节，今年以安栖之渔为主题盛大登场，邀请国内外艺术家甲团队以渔光岛的沙滩、树林甲日头顶驻点观赏，规划13件作品。24号下晡举办宣传记者会，市长吴惠婷嘛亲自出席，邀请全国民众来台南享受上疗愈的艺术节。非常高兴大家来到2021渔光岛艺术节，可以说看到我在站的地方，以及在等一下可以看到的地方，就是充满着海滩、充满了森林、充满了音乐、充满着艺术品的一个艺术飨宴。我们很高兴大家来到渔光岛，也希望说这个台南唯一的离岛而且是紧邻在安平，所以不管是去逛安平老街吃美食，在庙里拜拜，然后再来渔光岛来这个徜徉在这个自然景色、自然美景跟艺术品中间，听着悠扬的音乐，这是最好最棒没有办法再形容的一个度过假期的方式。渔光岛艺术节即将展开，也希望说各位好朋友一起来台南。原本市府的规划是月顶港定节结束以后，由渔光岛艺术节来接棒。虽然因为疫情影响有所变动，但市府依然希望民众会当趁机会来台南佚佗放松。同时，伫交通的问题，市府也持续来调整，呼吁民众爱护艺术品。这个是2年一次的艺术盛宴，但是过去2年前也曾经发生艺术品被破坏，或者是一个交通拥塞的情形。这点我们今年都会好好的改善，也欢迎各位，我们台南准备好了，欢迎来到这个旧名叫做三鲲生的地方渔光岛来做最好的一个休闲活动。我想这个地方本来我们规划中在上个月是月津港灯节，在这个月是渔光岛艺术节，但是月津港灯节虽然延缓了，但是渔光岛艺术节确实可以如期举办。在解封之后的现在，欢迎大家来渔光岛，欢迎大家来台南。这摆除了艺术节现场嘛规划音乐会加假日市集，加上今年推出的海边观星，要民众伫欣赏精彩艺术品的同时，麦当感受舞蹈的奥妙。渔光岛艺术节将对3月27一直等到4月18，民众千万唔通错过这个难得的艺术盛会。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